可以啊。这边洗一条，那边我要做摆件，我才盖了新房，我要做摆件。哦，这边要整个一个做摆件，然后这个是取一条手镯给嫂子，是不是？哎，是。哦，那确定啊，那个就雕摆件了，那就整件起货了。哎。那强哥，那就雕摆件吧。哇，这大哥有实力啊！那这个就给你绑手镯，然后再给你取你戴的牌子、挂件什么的，能做什么做什么了。那边就是整件起货雕摆件了啊。那行，确定了是吧？好，强哥，我跟大哥确定完圈口，确定完题材，我再告诉你啊。好嘞。然后这边给我找一个好的师傅，整件起货雕。大哥，题材没有什么限制吧？那我就让他给你雕，看着雕了，看着设计了啊。就是搬新家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恭喜大哥喜迁新居啊！好，摆这个翡翠很好的家里。镇宅辟邪招财啊！那走吧，大哥，回家等待美货。摆件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啊。好了，我通知你。好，走吧。每一天在路上艱苦奔波，留下了許多血汗。在這刻迷途在遠方他鄉，感謝你。我聲裏伴我跨過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